今日講嘅呢本書呢，叫做最可怕的一天，作者係湯姆牛。呢本書嘅畫面呢，好靚㗎，而且有好多細節，所以如果小朋友同家長一齊睇嘅時候，記得睇埋啦。咁而家開始講故事啦。劉芳玲，你嘅便當盒怎麼又沒拿出來洗？襪子又亂丟，怎麼講都講不聽。玲玲心想，這些事又不是什麼大事，明天才真的有一件天大的事要發生呢。明天會這樣嗎？劉芳玲好擔心聽日會係大地震，還是會這樣？劉芳玲諗，會唔會係火山爆發令到人類要滅絕啦？我快要不能呼吸了。定係會有大洪水，我哋唔識游水就會浸死，識游水都會浸死呢？好恐怖喎！定係有好多好恐怖嘅事會發生呢？劉芳玲，你實在太好笑了，哈哈哈！係我哋好驚，係咪啊？好多怪獸追我哋。元旦啦，元旦了，元旦了。元旦呢，即係我哋廣東話講嘅玩完啦，弊家伙啦，咁上下嘅意思啦。佢又諗會唔會有好多外星人嚟到我哋嘅世界度去攻擊我哋？因為佢諗唔到世界末日會係點。如果啲畫呢，好靚㗎，好似小朋友有陣時我哋會想象咁，係咪啊？第二天終於來臨了，原來呢，第二天似乎喺呢個懷靈異街係冇事發生喎，每個人呢都正正常常咁返工返學，或者繼續佢哋嘅鋪頭。現在輪到劉芳玲上台報告，老師就叫佢上台，因為佢依然都要返學喎，係咪啊？你哋嘅學校係咪都係咁噶？有值日生噶？哎喲！上台時，玲玲跌了一跤，玲玲竟然棘親啊！弊家伙啦！她的心臟撲通撲通的跳，全身像發燒一樣越來越熱，呼吸困難，頭腦一片空白。可能因為棘親啦，佢好尷尬喎。上到台之後，越諗越驚，越諗越驚，個腦唔記得咗自己要講啲咩喎。這幾天準備好久要說的話，全部卡在喉嚨裏。新買的自動鉛筆突然咕碌咕碌的滾到地板上，啪！筆芯摔斷了。其實啲字呢係唔會卡喺喉嚨裏面嘅，但係我哋就會講到卡咗喺喉嚨，因為個感覺好似係咁。我哋諗咗好多嘢，但係講唔到出嚟，佢就卡住咗喺喉嚨，我哋講唔到出嚟，係咪？跟住有啲 bad luck 嘅事情發生，嗰支筆咧跌咗落地下。自動鉛筆咧，我哋廣東話就會叫做鉛芯筆啦，係啦。最後玲玲結結巴巴的結束了她的報告。下台時，她走錯位置，還踢到桌腳呢。即係唔好嘅事咧，不停咁發生。佢雖然好努力咁講完啦，但係就好唔好順暢啊，好卡啦，我哋叫做，同埋行錯咗個位，仲踢到隻台腳啊，咁啊，梗係好痛啦，係咪啊？咁啲同學仔點啊？同學仔竟然笑佢啊！在全班的爆笑聲中，玲玲回到自己的座位，她覺得今天真是最糟的一天，好慘嘅一日啊，係咪啊？晚上睡覺前，她還是很難過。大家都說這不是什麼天大的事，可是對我來說，它就是啊。玲玲心裏這樣想。原來今日最差嘅事係啲咩事啊？就係佢好醜怪咁喺同學仔面前啊。喺呢個時候呢，我哋發現到一個細節，玲玲床邊有本書，唔知你又睇唔睇到呢？30年過咗，依然係懷靈異街，嗰啲人依然都係咁樣過。依然有一個淋花嘅姐姐啦，有巴士啦，有的士啦，啲屋好似唔同咗，係咪啊？
因為過咗30年咯，可能條街都有啲變化。我哋見唔見到玲玲啊？現在讓我們熱烈歡迎劉芳玲女士。咦？點解佢喺呢個地方嘅？可能佢得獎喎。見唔見到畫面有個女仔戴住眼鏡行緊上台啊？前面嗰頁都有佢㗎喎。原來佢就係劉芳玲女士，即係我哋一開始識嘅玲玲啊。玲玲心臟撲通撲通地跳，全身像發燒一樣，越來越熱。非常高興能獲得這項榮耀。他呼吸困難的繼續說，好多人都係望住佢哦，似乎比當年喺班房裏面嘅演講更加多人。玲玲依然都係好緊張，好緊張。下台時，玲玲的鞋子差點掉了，不過她覺得今天真是最美好的一天。佢依然都係有啲 bad luck 噶，爭啲甩埋隻鞋，但係佢竟然覺得好好彩喎。點解嘅？隔籬有一份報紙，佢話全球最年輕建築獎得主劉芳玲，佢攞到個獎啊！佢設計咗一個好靚嘅 museum。有時就係咁，我哋發生啲 bad luck 嘅時候，我哋會唔會唔好咁緊張，唔好覺得佢係最差嘅事呢？咁可能嗰件事都會係件好事，係咪啊？咁希望你都中意睇呢本書啦，最好你自己都係去圖書館再借呢本書嚟睇下，因為或者甚至買呢本書啦，因為我覺得繪本嘅畫面呢係你自己睇先係最開心嘅。今次為你介紹呢本書，希望你都會中意，記得 follow 我哋啦，拜拜。